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5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前几天，外媒好像是彭博社传一则小道消息说咱们要改预售制为现售制，就是卖现房，现房销售，而且煞有介事的说要新老划断，什么时候以后拿的地就全部是现房销售。但是我们也做了节目，我认为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一加剧房企的压力，第二个对楼市帮助并不大。我想很多人都看过这节目。今天中国房地产报它发表一篇文章，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报它是住建部下面的媒体，是官媒。房地产报说，从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看，全面推行现房销售机制并不成熟，也就是相当于是官方把彭博社的这个小作文给辟谣了。当然了，这也不能说完全就是官方，因为房地产报毕竟也只是个媒体，也是一家之言。财联社5月18日电说，中国房地产报文章指出，说近期关于现房销售话题再次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是源于某外媒一则中国正考虑全国推广现房销售的小作文，二是源于5月7日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近期加快出台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配的系列融资制度表述，三是河南信阳出台文件，要求新出让土地开发的商品房一律现房销售。现房销售作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一环，其试点工作早已在推进过程中。据机构统计，目前全国至少已有30个省市发布推进现房销售试点相关文件，18个城市推出实质性支持举措。他说，从市场情况看，现房销售在商品住宅销售中占比从2020年 12.7% 上升到2024年的 30.8%，5年提升18个百分点，推进速度可见一斑。他说，但是从目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看，全面推行现房销售时机并不成熟，跟咱们的观点差不多。实际上现在楼市低迷跟你预售和现售关系并不大。我以前就说了，如果韭菜买房担心烂尾，他可以买保利的房子，买央企的房子。如果你央企你也信不过，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有央企爆雷，但是央企的烂尾楼很少，它有人接盘，它上面不有国资委吗？你没看见那个深圳国资委就玩命的救万科这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也就是说你如果担心烂尾，你可以买央企的房子。如果你说央企的房子我也信不过，万一它烂尾了他不管，那你们二手房所见即所得。所以说对刚需房，就是想要买房的人来说，他首先担心的不是烂尾，还是房价，还是收入，还是自己的这个能力，这还是放第一位的。第二个，你现在房企都在 ICU 病房等着抢救，你让他把房子盖好再卖，他哪儿融资去，他哪儿找钱去？那中国房地产报他这个报道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这个回应。楼市现在低迷，现在楼市不稳，问题不在现售还是预售上，甚至如果是现房销售，房价恐怕还要涨，因为对开发商来说，他是融资成本高了，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不让开发商赚钱能行吗？开发商他不能总是亏本卖如果现在他还亏本卖，他就不开发了，不就这个道理吗？我们再看前不久央行调整了准备金率，又下调了银行利率，本来大家觉得这公积金贷款利息下调了，那韭菜就天然的认为那是不是商业贷款，就是按揭贷款是不是也会下调，也轮到商业按揭贷款了。但是今天有媒体报道说，在 LPR 趋势性下行的情况下，广州却逆势上调。这是中国商报报道的，他说本周末一则广州房贷利率上浮10个基点消息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许多购房者担心利率上涨将抬高月供。那当然了，利率一涨那月供就多。据媒体报道，从部分银行及房产中介获悉，5月17日起，广州地区银行首套房贷利率从原来的 LPR 60个基点调整为 LPR 减50个基点，那也就是本来减60个基点，现在减50个基点，那不就是涨了10个基点吗？即5年期以上首套房贷利率涨10个基点。那整个的按揭贷款利率由原来的 3% 上调到 3.1%。有市场人士表示此举或是为了遵守房贷利率 3% 的下限。可以说韭菜是大势所望，本来韭菜是望眼欲穿呢，那个按揭贷款利息能调，那么调10个点，好歹一个月少180块钱，结果没有盼来下调，却盼来了上涨。当然了，这个不是最后的通知，这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传言，你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我认为这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说实话，咱们的银行利息、按揭贷款利息 3% 还是高，你降到 2%， 甚至未来降到 1.5% 都有可能，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那么还逆势上涨，那是
是嫌房价太稳了是吗？还是说嫌房地产过热啊？这可能性比较小，恐怕是误传，也有可能是预期管理。等大家都想着跌的时候，他非要说它涨，要涨10个点，等到过几天突然给你降5个点，大家非常开心，对吧？都学会了特朗普那一套。我们再看大象评论呢，今日直播啊，他发了一个案例，说的是售楼部员工谎称购房6折，诈骗117万，这又是韭菜买房容易遇到的坑。2023年10月，说李女士在武汉某楼盘咨询时认识了售楼部的经理艾某，艾某就表示说他手里有几个内部购房指标，申请认购成功后，购房价格比售楼部直接认购要低得多，可以内部价到8折，甚至6、7折。这李女士一听，那是还是心动，就相信他了。这个艾某以收取购房认筹金的名义，诱导李女士陆续给他转账43次，共计117万元。然而钱给了，购房的事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今年3月，李女士终于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当李女士去售楼部找艾某讨要说法时，才发现艾某已离职，手机停机，微信也把他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被骗。李女士是2023年10月份在武汉市江汉区某楼盘咨询时认识的销售部经理艾某。艾某表示，他手里有几个内部购房的指标，申请认购成功后，购房价格比售楼部直接认购要低很多。艾某当时就说，直接找这个楼盘的售楼部的，如果说买房子的话，可能拿到优惠就比较低，只拿到9折左右。但是找他也可以以内部价，到8折，甚至到6、7折都有可能。获得李女士的信任后，艾某以收取购房认筹金的名义，诱导李女士陆续给他转账43次，共计117万元。然而钱给了，购房的事儿却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今年3月，李女士终于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了。他们这个楼盘已经陆续开始交房了，甚至有人已经入住了。这个受害人李女士迟迟没有见到这个购房的合同。当李女士去售楼部找艾某讨要说法时，才发现艾某已经离职，手机停机，微信也把他拉黑了，这才意识到被骗。民警调查发现，艾某虽然曾是该售楼部工作人员，但是资金并没有进公司的账，该楼盘也没有内部特价房一说，艾某有巧立名目诈骗李女士的嫌疑。随后，民警在光谷某小区将艾某抓获。经审讯，艾某交代，他2023年迷上了网络赌博，输了不少钱。遇到准备买房的李女士后，就打算从李女士那里骗点钱，填补自己的亏空。就先把这个钱拿到自己手里，补自己之前的窟窿，然后后续如果自己再赚到了钱或者发下了工资，再想办法把这个钱还给李女士这样的。但是他拿到了李女士的钱了以后，他除了赌之前的窟窿，又继续用于网络赌博了，最后这些钱全部都亏掉了。目前，艾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武汉江汉警方刑事拘留。经视直播记者报道。这个民警调查发现，艾某虽然是售楼部的工作人员，但是这个钱他私自收了，并没有进入公司的账，该楼盘也没有内部特价房一说。那这个艾某就涉嫌诈骗。原来这个艾某那是迷上了网络赌博啊，输了不少钱。遇到准备买房的李女士后，就打算从李女士那里骗点钱，弥补亏。韭菜买房还得小心，尤其是给个人转账，什么内部房，这个尽量避免。你把钱转给个人，你想告都告不赢，因为你并没有把钱打给房地产公司，你告房地产公司有什么？你报警了，警察抓这个人诈骗，但是他钱挥霍了，你也要不回来了，你没有办法让房地产公司赔你钱。所以说，如果你给个人转账转购房款，那真是脑子坏掉了。即便有内部购房名额，所谓的内部，那你也是直接跟房地产公司交易，所以这个人就是贪小便宜，鬼迷心窍啊！你从谁的个人账户上打到房地产公司，那你说说房地产公司怎么做账？那房地产公司他怎么开发票？他怎么给你办房产证？按照打的痕迹，那谁给他打款，他就给把这个房子谁是卖给谁了，跟谁签合同，这样才是资金流、现金流、合同才一致。一般的操作都是这样。总之，这就是占小便宜吃大亏。今天三联生活周刊他刊登一篇文章，这个文章也很有意思，大家比较关注比较关心，国内小区为什么容易变成老破小，也就是国内的小区一住10来年之后，慢慢的就不行了，再过个几年就变成老破小了。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普查年鉴说，中国家庭住房建设于上世纪90年代以前、90年代末和本世纪00年代的占比分别达到14%、20%和30%，加起来比例达到65%以上。但不仅数得
90年代的住房已成老旧小区，需要改造，甚至本世纪初新建的小区也已出现老化，外墙漏水，电梯损坏，层出不穷。实际上这个上海我不太清楚，反正北京这样的房子特别多，都是2000年前后盖的。那个房子你说它是老小区，它也不像是老小区，不是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盖的，那明显的也不一样，它就是本世纪初盖的各种塔楼，你进去之后就明显感觉不舒服。这些房子往往已经出现老化，外墙漏水，电梯损坏，层出不穷。说为什么中国小区容易老？我们就此专访清华大学城市规划系副教授刘家燕，他从事城乡规划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关注老旧小区的改造，对各类小区复杂的历史产权问题、社区各主体诉求都有自己的认识。这是记者采访刘家燕教授，他说老旧小区的范围很广，房屋类型和时间跨度都很大。就北京来说，有上世纪50、60年代盖的房子，很多都是低多层单位房和自建房，这种房子很多都是砖楼，外面一看是红色的，那这房子就类似于筒子楼，很多地方都有筒子楼。有80、90年代单位的福利分房和当时刚出现的商品房，因为80、90年代住宅开发大幅增长，所以目前的老旧小区绝大多数都是指这类房子。这个时期小区有3个特点：一是房屋结构有差异，很多早期的住宅楼是砖混结构，就是外墙一看是红色的，能看见砖，寿命往往不超过50年，其中的管线等设施寿命更短，比如铸铁的上下水管道，平均寿命只有20、30年，已经出现严重的破裂堵塞，需要更换。有的楼居民未拆墙装修，也出现墙体开裂等，需要打圈梁加固。另一个特点是普遍有诸如公共空间匮乏、道路交通混杂之类的问题。一些是单位的福利房，因为资金充足，物管到位，保养得很好。不过绝大部分小区普遍都由地面沉降造成的墙体裂缝、墙漆脱落、保温层破损、路面起伏、电梯劳损、路灯不亮、绿化带荒废等问题。我们做过统计，北京城6区内建设于2000年以及以前的老旧小区占比约60%，集中在城北的2环至4环之间。第3个特点是产权结构复杂，一个小区里可能有不同单位建的福利房，还有拆迁安置户。过了30、40年，一些单位已经倒闭，房子也被转租出去，数得到。不论是日常维护还是改造，都很难找到产权的主体。要掏钱的时候找不到人，要拆的时候人就来了。此外，一些楼龄10多年左右的住宅也会出现像墙漆脱落、电梯故障之类的问题，也是日常维护不到位导致的。比较科学的方法应该是每年不停的小修小补，到了年限再大修。但中国小区的普遍情况是，像维修路灯之类的日常维护，一般是业主发现问题，向物业投诉，物业派人修理，很随机，没有明确整体的规划，也就是坏了影响这个使用了才会去修一下，否则都不管。那为什么物业公司无法制定定期日常维护的规划呢？这个就跟物业公司管理水平和意识问题有关，也有不少是因为资金不足，大量的老旧小区甚至没有明确的物业管理机构，像平整路面、修路灯等日常维护，一般靠业主每年交的物业费解决。我们调研北京的老旧小区，大多是几百户，大部分的物业费每月只有几毛钱1平米，很多小区的上缴率还只有20%到30%，甚至还有居民不缴物业费，只缴纳每月3元的卫生费。拿着这些物业费，物业公司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般只能保证基本的保安和保洁，起到兜底作用，达不到日常保养水平，更难以制定定期维护的计划。鉴于这种情况，一些物业公司开始摸索打破小区的界限，同时打包服务多个小区和院落，有利于规模化打破困境。说实话，这些问题确实因为产权问题导致业主不愿意交。为什么？首先第一个，这很多人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他的房子他理论上也不属于他，产权属于原来单位，他以前住的时候他就不交什么费用，那都是单位交，什么物业费什么各种费用，维修保养都是单位一把解决了。我想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现在不管什么原因，你让这些人再掏钱，他肯定不掏，这叫历史遗留问题。那这些物业怎么办？他没钱，那只能是糊弄。北京这种房子特别多，你看看那北京2环里很多平房，不都是这样吗？那个平房不属于个人的，你别看他住在里面，他不是他的房子，都是
以前什么历史原因导致的，他搬在里面住，他也办不了房产证。但是要是拆迁或者是叫什么原拆原建的时候，你还得解决。它不像房改以后的房子，商品房很清晰，那房子就是你掏钱买的，房本就是你的名字，而且这房子还能卖，能过户。所以说房改之前的那房子确实复杂，那房改以后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相对完善一点。为什么？它有公共维修基金，大家都知道是吧？我们买房的时候都有。但是这些公共维修基金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咱们是2007年以后买房子，购房者办理房产证必须先交纳维修基金，首期基金金额大概是每建筑每平方米造价的5%到8%。维修基金一般存入各地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开设的专户贷款，也就是钱是强制交的。但是2000年之前盖的房子都是没有这个什么维修基金的。那你说这些房子要修，在哪儿弄钱修？即便是交了维修基金的，你要想用也有一套繁复的流程，就是非常复杂。首先是物业或业主提出使用建议，然后需要2/3的业主和业主召开业主大会讨论通过。第三，物业和相关业主组织实施使用方案，需持有有关材料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列支，政府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专户管理银行才会将资金划转至维修单位。也就是我们买房的时候交了这5%到8%这个维修金，但是你房子有问题要修，对不起，钱交进去容易，你想取出来难。你看，截至2022年底，北京累计商品住宅维修基金已经782亿元，已经交了这么多钱了，累计使用金额只有78亿元，也就只用了1/10，提取率不足10%。这还是北京，还有很多城市低于这个水平，大量公共维修基金就锁在银行的账户里。那为什么小区物业费收缴率低？这个教授说，原因主要有3个，一个是业主的习惯。我国第一家物业管理公司和住房商品化物业管理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深圳诞生的，然后很快推广至全国。但在很多老旧小区里，住房是单位福利，即使业主已经把房子买到名下，也没有交物业费的习惯。农转居的拆迁安置房中，业主也普遍没有为物业服务买单的意识。其次是产权问题，老旧小区的产权非常复杂，加上租户很多，找不到产权主体，不论是收取物业费还是维护改造时征询意见都非常困难。我们调研时曾发现，一个500多户的老旧小区中，房屋和院落的产权涉及20多家单位，还有通过二手房交易的私产住宅，物业管理和收费非常复杂和困难。第三，不论老旧小区还是商品房小区，物业费管理都不透明。一方面，物业公司把物业费、小区公共收益挪作他用或占为己有的案例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也存在部分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难以开展工作而倍感冤屈的情况。所以现在有些小区尝试采取信托制，就是设立一个完全透明的账户，其中一定比例的酬金支付给物业公司，其余都公开透明的花在业主身上。这个账户实行物业取款和业主查询双密码，每位业主可以随时查询物业服务收支情况，这样避免纠纷。实际上就是业主希望物业你要透明，你不要把大家的钱收去了做大头，你自己瞎花，你拿去给自己发工资发奖金，你没有用在维修这个公共设施上面，你去浪费。物业这个小区里面很多收入不透明，你比如说停车费，你本小区的居民停车费好算，但是有很多客人外面的车啊，走亲戚的来了进来停一会儿，出门的时候也要交10块钱。你看这些都是物业收了这个钱，他黑不提白不提，实际上应该是整个小区的收入，但是这个钱恐怕就变成他们自己的这个奖金去了。我这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小区里面搞什么展览，那个都是要交钱的，你小区里面电梯里面的广告都要交钱，那个钱到底多少，挣了多少，中间有没有猫腻？小区的收入不光是物业费，还有其他的各种收入，还有出租，但是这些都不透明。这个专家说，因为业委会的力量本来就薄弱，虽然法律层面业委会的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和各个地方层面也有明确的规则，但实际上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并不多。根据北京市住建委2021年4月公布数据，全市业委会和物管会组建率达90%，但业委会仅占总数的25%，也就1/4。实际上你想成立业委会很难，不是那么简单，非常复杂，必须要到街道去批，街道要介入。这我的理解，就我们那个小区要换业委会，那就难死了，非常复杂。老的业委会如果不配合，你根本就换不掉，不能惯你这毛病，你动不能想换人，能行吗？人家认为还可以再干一级，人家认为他完全可以为这个物业小区的业
主再服务一届，你有什么办法？虽然有很多人不满意，跑到街道去投诉，说我们要换那个，人家街道马上就把这个流程拿出，你就照这个去办。实际上你要按照流程，你根本就办不下来。所以你看，即便是北京业委会也只有1/4。专家说，业委会难以形成的原因大约有3个方面。一方面，在中青年比较多的小区，业主们往往忙于工作生活，不愿意参与小区事务，放弃了投票和选举的权利。这个也是很多人漠视自己的权利啊。一方面，当代小区内住户的构成更加多样，流动性也大幅增加，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分歧也更大，相互之间对话、理解和沟通难度加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是有的人房子在这儿，但是他这房子他没卖而已，他也不在这儿住了，他自己搬到别的地方住去，这个房子他就出租，他对这个小区的建设他就无所谓了，因为他不住在这儿。这就好比很多人国籍还在大国，人跑到美国待着，那他对大国好坏他就无所谓了，他有的人希望大国是不是乱一点更好。那这个心态你想想啊，就跟买房子一样的，你有2套房，你住在那个小区里面，所以你这个小区的这个事情你好像就不太关心，他再乱你都无所谓，只要你房子能租出去，你好像就不管。这个我想大家，如果你有2套房3套房，你应该有体会，你只对你住的那个房子那个小区恐怕感兴趣啊。即便这样，有好多人还不参与啊。说加上现实中不少关于业主委员会滥用职权、如物业公司勾结的负面新闻，导致一些业主自然对这2者心有疑虑。还有一方面，社区居委会本应履行居民自治职能，但在日常工作中绝大部分精力用于完成街道等政府部门布置的任务，也无力关注推动业委会、业主大会等自治组织的设立。不仅不推动，反而它阻碍，因为他们跟原来的业委会跟物业都有勾结。大家知道吧？你要成立新的业委会，物业是第一个反对。一般的，因为你很有可能新的业委会一成立之后，你要把这物业解聘呢，你要换新的物业。一朝天子一朝臣，那物业一般会反对，物业一不配合，首先你阻力就大了。你怎么通知这些业主呢？对吧？这都仰仗依赖物业帮你去做，你靠你那几个热心的业主去发传单、去上门做工作，确实难。你连通知开会都挺难的，而且开得不好，你的会还非法，不符合程序。如果没有业委会动用公用维修基金监督物业公司等诸多事务，都会受阻。业主发现问题，只能向社区居委会反映，寻求协调和解决。还有很多时候，即便成立了业委会，业主之间也缺乏信任，围绕动用维修基金、更换物业公司等事务，业主和业委会之间、业委会内部也会吵得不可开交。面对这种情况，北京从2020年开始探索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制度，也就是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业主、物业使用人代表等负责组织业主共同决定物业管理事项，但信任问题仍然存在。业主感觉被代表了，委员是谁？怎么选出来的？物业管理的决定怎么做出来的？物业管理委员会是作为临时机构被提出的，应推动有条件成立地方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委会。但这种集中式代表制的快速推进，最后能有多少真正有效走向后面的2种形式，只能拭目以待。这是新的小区在无法形成共识的老旧小区，最终就会形成恶性循环。业主出租房屋搬离小区，租房客没有权利也没有意愿参与小区公共事务，小区环境就越来越差，有条件外迁的住户进一步流出。你看看，像极了润，我惹不起我润了，所以原来小区就越来越烂。学术界用住房过滤来描述这种现象。我们曾见到一个钢铁厂职工小区，钢铁厂关停搬迁，小区里的居民下岗，有能力的人搬迁。如今住在里面的居民几乎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除了房子连窗户都没有了，居民连房子内部都无力修缮，小区的公共环境更是破败。实际上专家讲的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等等，一个小区建完之后要自治，无论是这个钱交到什么维修基金，还是说你没有交，那我们大家都要掏钱，怎么均摊，怎么来，这都需要一个组织来牵头来张罗，符合程序。专家说来说去，我认为反映了咱们老百姓，咱们中国人没有自治能力，自己管不好自己，这是根本原因。我在北京，我对好几个小区都亲身参与，都至少了解业委会的成立。我有个小区业委会还换了好几年都换不掉，要新成立业委会这么麻烦，加上大家也都忙，很多人就觉得换谁都一样，最后大家就越来越漠视，越不关心。但是等到影响到利益的时候，他就喊疼，他就打抱不平，他就觉得不公平。但是真说那大家组织起来说我们一起，对吧？要成立业委会，或者把老的业委会给他换掉，他又做缩头乌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是这种心态。就有人这个举例子啊，这个不太好听，就是不太恰当，就像猪一样，当刀还没捅到他的时候，他只顾着闷头吃睡，当那铁钩子勾到他，刀要捅他的时候，他就开始狂叫。这种风气要改，也不是一朝一日啊，恐怕因为是几千年这种
小农经济形成的。你像靠30年的改革开放，而且让你养成这种公民意识，就怎么样要行使自己权利，要自己管好自己，这很难，对吧？恐怕也还要几十年，循序渐进的推动改革。你看中国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你不管它就乱，你一管它就死，这就反映了它没有自治能力。就比如说那个街上那个摆地摊小贩，你要不管它就乱摆，就把路给挡上，你机动车人都走不了，你往前一点我也往前一点，最后把整个路给你堵得死死的。城管要去一管，他也管死了，马上他摆不了了，就出这种情况。当然了，具体到这个说为什么小区变成老破旧，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建筑质量。我认为建筑质量打个大问号。在过去什么单位集资建房，更早的时候是单位的房子，集体的房子，恐怕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说按照房子要做70年，要保持质量，没有统一标准，所以咱就不要提了。后面的商品房，咱们说产权是70年，但是很多房子它真的是按70年建的吗？即便能做到70年不塌，但是它70年它坏了，墙体剥落，墙开裂，小区里面坑坑洼洼，那些设计的道路硬化，什么花园的乱七八糟的，这根本就不是按70年去建设的。里面的管线预留的那个什么线路，它都不是按70年设计的，或者是按70年设计的，你施工也达不到，你用的材料也达不到，最后你用个10年20年，它就不行了，破败不堪。连北京都这样，我想其他地方也好不了哪里去，只会更差。那现在我们提出叫好房子，第4代住宅，我们看视频，恐怕很多人到现场也看过，这个好房子确实不错，但是也有人现在开始批评，认为第4代住宅这好房子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还是要打个问号。大阳台，有人认为那就是很危险，这个第4代住宅更容易引起业主在里面私搭乱建等等的，所以还要时间检验。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